想要知道最新的手机，还用这个影片上传的时候，打那个标签加 iPhone 啊 ，iPhone 注意看 IP， 有看到 IPONE 了吗 ？iPhone IPONE， 再看一次哦，就可以显示说有多少 IPHONE。先不要打进去啊！哦，你看，有关的哦，哎 ，iPhone 有关的就再打一次 IPHONE 有没有？相关的你看哈，相关的资料就iPhone 你看相关的影片就125万部，32万个频道，你看 iPhone 这手机啊，有的是苹果手机啊，你看这个关键字啊，搜寻词啊，影片标题加标签 iPhone 11、12 ，iPhone 还有13哦，下面跑掉了，应该按这个打勾，右下角有一个打勾勾，应该按那个打勾勾就可以看到下面全部了，就是这样试试看哦。iPhone IPHONE 他打了以后它就消失了，所以还留一个字母，要按右下角打勾勾，有没有？右下角蓝色打勾勾，这样就可以看到整个画面了。你看有这么多跟 iPhone 有关的，你看11、12、13，还有8。iPhone 你看那个相关的影片最多了，井字号加 iPhone， 现在还差一个英文字母1，要把它补好啊。然后把这个标题可以贴到那个频道的贴文，频道社群贴文，然后点按这个有井字标签的就可以连接到网络上有影片有这个标题有这个标签的那个影片呢，都会列出来，又有搜图有目录很方便。